咱要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咱嘛要特别为着即时可能阁有伫艰苦病痛当中的兄弟姊妹，咱特别来为因来祈祷，求主亲自来怜悯来祝福，为着咱的活命当中经历上帝的带领，经历上帝的看顾，咱特别爱感谢、感恩咱的上帝，因为咱知影这一切毋是因为咱会当我靠家己会当来得到什么，得到什么平安，毋是咱会当我靠家己会当来争取，互咱的活命会当搁较顺利、搁较蒙福，那是上帝一切的恩典。所以咱特别爱伫上帝的面前来仰望上帝，来感谢上帝。嘛特别为着伫咱的兄弟姊妹当中，有一寡人搁踮伫艰苦病痛当中的兄弟姊妹，咱特别爱求主来祝福、来看顾。咱相信咱的上帝是看顾人的上帝，咱相信咱的上帝是引带人、听人祈祷的上帝。咱就特别将咱的祈祷献伫上帝的面前，求上帝亲自来随听咱的祈祷，求上帝亲自来引带、来看顾咱的活命。咱就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恩、感谢的祈祷。咱同心开嘴来祈祷，请。看顾人的上帝，我感谢你，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的主，你引带，你看顾，你保守，你互阮的活命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得到真济、真美好的恩典。虽然伫阮活命当中拄着一寡的艰苦病痛，遇到一寡的困难，是阮伫活命当中，阮感觉真无能力。真无能为力，但是阮知影，上帝你的看顾、你的引带、你的带领，一直拢同在。所以特别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阮要来仰望你；特别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阮要来超找你，因为阮相信上帝你的心意，引带阮行真理的道路；因为阮相信上帝你的带领，引带阮行上帝你所为阮有备蒙福的道路。所以，阮就来到你面前，阮要讲，上帝啊，求你亲自伫阮活命当中，正做阮随时的帮赞，正做阮随时的祝福，互阮的活命经历上帝你的带领，阮就会当对你搁较侪得到上帝你满满看顾甲疼痛，因为阮知影你的恩典够也原用，因为阮知影上帝你的引带、你的带领永无止线。主，阮就伫你的面前，同心来仰望你。同心来超找你，同心来仰望上帝你的恩典，同心来仰望上帝你齐齐看顾、平安甲祝福，点伫阮的内面。感谢你，因光、愿上赞拢归乎你，是你亲自伫阮活命当中，正做阮人生赞。感谢你，谢谢主。看顾世间人的主上帝，阮仰望你，阮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伫阮活命当中，济艰难困苦，拢是因为上帝你的陪伴，因为上帝你的带领，阮会当行过，阮会当赢过。所以，阮来到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仰望你，来呼求你的名，因为阮要伫主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懊恼，献上阮的感谢。你是阮的主。你看顾引带阮，你保护阮，你的恩典够也原用。抓互阮伫你的面前，呼求你的时阵，你着伫活命伫阮的活命当中，搁较侪显明上帝你的疼痛，显明上帝你的恩典。主啊，阮要将阮家己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将阮的兄弟姊妹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求你奇妙引带甲带领，来引带阮每一天的道路，互阮每一天会当。凭着阮的信心来仰望你，会当用阮的信心来回应上帝你的恩典，来回应上帝你的带领，用阮的信心来跟对你的脚步向前来行。主求你亲自来看顾，来引带阮的道路，让阮的一生行伫上帝你真理的道路内面，一生无偏离。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感谢咱的主，只是咱着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开始咱今仔日的主日崇拜。咱着请江辉兄来报告。要这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咱会当三角直接伫上帝信所内面，感谢俄罗斯。消息报告：第一，廖牧师伫9月17、9、16前往中国宣教培训，敬请兄弟为牧者的侍奉以及行政的平安代祷。第二，9月12到10月16为期35天，教会配合全国祈祷网络。属灵高强度的简写训练，每一日抄写圣经一章，读册心得200字以内。每一日为国家的元首、教会牧长、新人、教会守望祈祷，敬邀兄弟同来操练。已经成立群组，彼此代祷鼓励，愿意加入者，请甲牧师娘报告。第三，9月19。拜五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9主堂举行，敬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一同为国家、城市祈祷守望。第四，9月2日后尾拜日，伫台语堂以及华语堂主日崇拜，将要邀请已经矫正时的师长吴宪章以及陈秀香夫妇莅临本会见证分享。欢迎兄弟与较侪邀请慕道友一同来莅临本会来参加主日崇拜，共享主恩。以上报告，还有补充报告。但这时请敬拜团，谢谢。兄弟平安，平安。拄则多谢教会兄的报告，我来甲了讲下，牧师即马伫福建，校长有伫遐主学培训，拜日就通转来。感谢大家一来倒。那迄第二，迄个属灵的研学性的训练吼，即马伫咱的台上已经有30外位。即个兄弟彼此有人伫心得，也是甲你所抄写，也是有啥物款的领受拢会当抱起来安尼。望咱伫即个群体。一个人行会当行较紧，一个人行会当行到达到目的，阿们，阿们，所以有这个群体的动力。第三就是讲到迄个矫正署署长吼，咱教会虽然无办迄个幸福小组啦吼，但是幸福小组都有一种物件叫做名人讲座啦吼。虽然他们已经退休了，名人讲座吼，古早是名人嘛吼，现在还是有名的人。毋忙会当邀请兄弟，也是迄个。无都有较侪来听分享见证，就比较听得懂，一种生命的信仰的分享。望咱安尼来做，好无？阿们，是上帝恩典真正大，为咱陪伴到遮尔好势，咱赢起来。
来感谢伊。哈利路亚！咱开声来将咱的恩典得到高高恩典，爱开声，咱爱唔好尽命俩，开声来祈祷请。啊，来开声啦啦啦！好，主啊，主啊，要感谢你，你何等的美好，你何等的伟大，你何等广阔，你无微不至的疼痛，你高高用高温管压应变伫阮大家人的心中。主啊，阮会当看到，会当开始吟诗，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敬拜，拢是出自主你极大的疼痛甲怜悯。哦，主啊，我为着安尼，无感觉是稀松平常。我会当行打，会当行路讲话，拢是何等的稳定的代志。我会当得到这款的平安，来到你的殿中，拢是出自你对阮的引刷。感谢你，上帝啊，上帝，我感谢你，我伫殿中来服侍你，敬拜你。你被稳定真正大。拢归三位一体真神上帝，我也要去唱出感谢的声，我们来唱出感谢。来，当心，咱着当心，只管做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活透好转来调基主的面，伊是掌管有着的。爱主，咱的君王，全体拢着跪拜伊，跪拜伊，来主，咱的君王，你的款式。上帝，你用慈悲，咱海世间。
的慷慨，阮的唱歌，阮的肢体，拢要拍扑啊欢喜，拢要来跳跳欢喜，吟诗。哦，主啊，多谢你！亲爱的爸天父，你疼痛赢过阮世间的每一个位的阿爸，你是创造阮气息的上帝，你去将平安留落伫世间。你讲你所享受的平安是世间袂得夺出的平安。多谢你的应允，互你的百姓有快乐，互你的百姓有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呀。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我们一起来领受安静在主的面前。神啊，你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你知道世人何等的需要你，何等需要这一份平安。你说来亲近主，主就必亲近你。为什么离开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找那个会漏水的、不能够蓄水的池子呢？来吧，生命的活水泉，让我们归向你，从罪恶中转回来归向你。主啊，阮犯了偌济的错误，总是你拢予阮机会讲，倒转来，我的囝倒来，将你的心归予我，我就要搁再一摆享受你平安的路径，搁再享受你有定心创造的天路的快乐。再一次来唱，用华语平安。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使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愿平安降临。当咱甲主上亲近的时，这份的平安会当对咱的心内面生发出来，而且是世界袂得夺错的，赢过风骚五谷新酒。咱要安尼来感觉是甲上帝连接一直到你，咱感觉讲啊，我生命就是真正是以上帝做我的快乐啊！主啊，我要以神为乐，你帮助我甲圣洁的上帝常常连做伙。我的祈祷是圣别的祈祷。我的祈祷要将我的心思、感情、意念、言语、甲行为，拢交代伫主的内面，圣别的祈祷。有主相陪我心思，和我过亮的耶稣，每天相恋加最相，他的罪恶太平凉，有着我来困求你，将我无畏。我的相恋
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从，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为阮来死，让阮的活命会当因为耶稣基督的保血来洗清去。阮感谢你，差遣圣灵踮伫阮的心内，让阮的活命会当因为军队圣灵的引带，阮的活命会当行伫真理的道路顶面。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从，因为你的引带，因为你丰盛的恩典，互阮的活命伫世间，阮会当经历对你所来上天的平安。主啊，这是这个世界所袂当互阮的，这是阮对你所来所得到的上天的平安，是伫阮的心内面有全然的顺服，全然的喜乐，因为阮知影你甲阮同在。因为阮知影，阮是你的百姓；因为阮知影，阮的一生伫上帝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特别来引带、来看顾，伫阮安乐圣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的活命伫每一天仰望你的引带，互阮的活命行伫真理的道路顶面，时时仰望你、倚靠你，互阮的活命行入来。到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成做一个圣洁的活命，完全更新的活命，是一个为你来活的活命。愿你的引带看顾，踮伫阮的内面，互阮一生跟对你来行。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心来上读诗篇23篇，将做咱的祈祷，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予我的后背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主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兄弟，请坐。咱要继续咱用课英文来上读上帝的话。诗篇课英文伫即个当中37篇。我客兄弟用和声三角齐声来读。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捌我。我行路，我倒伫，你拢视察。我往倒位去，闪爿你的灵。我若升到天顶，你也是伫遐哩。我若天开清早还是谷，飞到海极，迄叫做海这居住海旗头，系海旗头，好。上帝啊，你的意念我何等的尊贵，比世俗何等的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影我的心思，看伫我内面有啥物款歹所行无？阿门。感谢主吼，大家兄弟姊妹，拢会当受着上帝听的引带，啊，继续咱要来领受上帝的，给咱听社会传道来讲道，请。两位兄弟，大家平安。那么爱甲咱的讲台吼，久啊爱塞出来一届，啊无看直播的拢唔知影咱教会有讲台。
今仔日呢，咱要做伙来继续，咱要借着听到，咱要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咱来掀开伫周报的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咱的圣经。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有记载伫一寡所在，利未记11章甲12章，以及咱搁要来上读罗马书12章的经文。咱若显着，咱着做伙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记载伫利未记11章、12章以及罗马书12章的经文。咱显着，咱着做伙来上读，请。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所以恁爱诚做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恁也毋通因为地上咧白米误会家己。我是恁甲恁对埃及地带出来，耶和华要做恁的上帝，所以恁爱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受飞鸟伫甲水中游动的活米，并地上迄个白米的条例，爱将洁净甲无洁净的、通食的甲毋通食的活米，拢分别出来。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查某囝还是查某囝，伊要将一岁羊羔献做烧祭，一只饲仔囝，也是一只加水做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互祭司。祭司要献伫耶和华面前，为伊赎罪，伊的血源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着生育的妇人人，无论是生查甫也是生查某。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的慈悲劝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恁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毋通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佮变化，叫恁查验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通喜悦的旨意。阿门。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咱同心来祈祷。圣洁的主，耶和华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恶乐，献上阮的敬拜，因为只有你堪得阮一切所有的敬拜，堪得阮一切所有的尊荣，因为你是圣洁的上帝。主啊，虽然伫阮活命当中有真侪误会，有真侪会无清气，但是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仰望用阮的一生来跟对你，来超找你。愿你着借着你的圣道来洁净阮的活命，互阮的一生会当因为跟对你的真理来行，阮的一生着诚做圣洁，阮的活命着活出一个圣洁的活命，跟对你来行。愿阮的一生分别诚做圣，归你所路用。愿阮的今仔日，阮伫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阮伫你的面前所上读的圣经，踮伫阮的心内，用阮的一生来敬拜你，来学乐你。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经文是伫利未记这是我第一摆分享利未记的经文。为什么我过去一直拢毋敢分享利未记呢？因为呢利未记的台语实在是足歹读的。我咧读圣经的时阵，拢一直感觉讲这若是要用台语来读毋知要安怎来读。但是呢，伫当中利未记其实伫咱活命当中有真济真重要，上帝要对咱的提醒。虽然咱过去可能咱咧读圣经的时阵过去人拢有一个笑话讲若是你困袂去你就来读圣经，读利未记就对啦。读利未记你就会困会去啊，因为实在是足歹读的，读起来就感觉讲这咱所读的这圣经每一字咱拢看有啦，但是合做伙咱看无啦。就是咱毋知影这到底咧讲啥，毋知影这到底甲即摆的咱有啥物关系？利未记其实伫上帝律法册当中有一个真重要的地位，是啥物地位呢？利未记讲到一个真重要的主题，
就是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主题，叫做圣洁。这是利未记当中上重要的主题。圣洁，咱拢知影，咱若是咧讲到圣洁吼，拢是咧讲到上帝，拢是咧讲到上帝，就是讲哦，咱若咧描述圣洁，一定是安那，一定是用圣洁来描述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是圣洁的。毋对，伫圣经当中，除了伫圣经当中，其实一开始，若是讲到圣洁，一定拢是讲到上帝。除了安那，除了上帝将这个圣洁的名、圣洁的名来赏赐予伊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伫圣经当中，咱看到，他拄仔咱所读的圣经讲到安那，上帝讲：“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所以恁爱诚做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其实伫世间，除了上帝以外，无有人是圣洁。但是上帝特别将这个圣洁的名来赏赐予伊的百姓，伫即时赏赐予以色列人，是要互世间人知影，因为即群人是圣洁的上帝，属伫圣洁的上帝伊的百姓，所以即群人嘛爱诚做圣洁。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主题，叫做圣洁的群体。过去的以色列人是圣洁的群体，到伫今仔日教会嘛要诚做圣洁的群体。圣洁为什么咱要特别来强调圣洁呢？咱爱对过去来看。过去呢，伫英国伫19世纪的时阵，18世纪的时阵，伫当中有一个真有名的神学家叫做约翰卫斯理。若是咱对圣教会历史有知影，咱会当知影一件代志，就是咱圣教会吼，其实就是对卫斯理即个教派，伊所创立的教派开始的，叫做循道会。即个循道会的教派呢，一直到落尾就分做几下的教派，圣教会嘛是其中一个教派。循道会伫当中有一个真重要的教义，真重要的教义就是伫咱圣教会当中四重福音的第二个叫做诚信，就是伫即个循道会当中，伊讲到基督徒伫世间爱追求，毋是干那爱追求顶头生，毋是干那爱讲哦，咱的活命爱受上帝救赎，爱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爱顶头生。阁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爱诚信，爱诚做圣洁，爱追求诚做圣洁。所以伫迄时阵，约翰卫斯理所推动的即个圣洁复兴的运动，伫英国当中带来真大的复兴，就是因为真侪基督徒咧追求诚做一个圣洁的活命。所以伫因的活命当中，因为因追求诚做圣洁，因就爱安那，因就爱限制家己无犯罪，爱限制家己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代志。所以伫迄个时阵，即群人就诚做伫即个社会当中真重要的一个力量，真重要一个会当带互人有一个咱讲叫做正能量即款的力量，就是互人会当感觉讲哦，即群人伫世间真正是安那，真正是一个哦，会当互人感觉讲哦，即群人是一个好见证，即群人是一个好见证。所以，咱伫即个时阵，咱就要来思考，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圣洁？伫咱拄仔所读的圣经当中，其实甲咱讲，使徒保罗伫当中，伫罗马书当中，看遍罗马教会兄弟姊妹，伊特别就讲到，什么是圣洁呢？圣经讲到，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慈悲劝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因讲，恁将恁家己完全献给上帝，这是圣洁的活祭，这是一个圣洁的祭。什么是圣洁呢？伫第二节当中，就甲咱讲，圣洁的意思就是唔通效法这个世界，唔通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个变化，唔通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佮变化。毋通效法即个世界的意思，就是安那，毋通甲即个世界所教导恁的价值观共款。心意更新佮变化是啥物呢？伫遮的翻译吼，其实无翻出来。心意更新佮变化，其实伫原本希腊文当中所讲的是，即句话即个动词吼是被动式。被动式的意思就是讲，这毋是让家己会当主动去心意更新佮变化，是安那？是受上帝的引带，是因为上帝引带，咱是爱受上帝引带。受上帝来改变咱的心思意念，互咱的心思意念会当更新。这开始咱所讲的圣洁。所以圣洁的意思就是安那，咱简单讲就是毋通跟对这个世界，爱跟对上帝，这就是圣洁。毋通跟对这个世界，爱跟对上帝。咱若知影这个圣洁的意思，咱就转来看利未记的经文，咱就知影利未记咧讲到圣洁这件代志是要怎样来讲？就是利未记其实就是安那，上帝咧教导这个以色列人，恁要怎样正做圣洁？恁要怎样来追求正神的画面？这是利未记要互以色列人要来学习的一件代志。所以咱会当将利未记来看做是安那，是以色列人因信用教育的这个课本呐。这个课本意思就是讲安那，要看因是怎样伫因的生活当中落实信用的教育。咱伫顶个月的讲道当中，伫我的讲道当中，我捌甲兄弟姊妹分享，就是信用的传承。信用的传承，咱要怎样会当传承咱的信用？咱就爱看伫以色列人，上帝互以色列人，互因有一个方法，讲恁要怎样来传承恁的信用，就是安那，就是借着恁的生活，借着恁的生活。为什么咱讲要将利未记看作是以色列人的信用教育的课本呢？这意思就是讲，利未记当中记载真济代志，包括啉食，包括献祭。包括恁生活要怎样来做，这就是咧帮助以色列人学会晓一件代志，伫恁的日常生活当中，毋通效法这个世界，毋通甲周围的列邦列国共款。你爱安那，甲外邦人有分别；你爱安那，跟对上帝引带；你爱维持甲上帝的关系。这是利未记重要，咱要来思考的代志。所以，对安尼，咱就知影，今仔日咱要成做一个圣洁的群体，咱需要伫即摆的时代当中来回应这个上帝圣洁的呼召，来回应上帝这个圣洁的呼召。咱首先就来看，第一个咱要分享的圣洁的群体，爱建立属灵生活的界线。建立属灵生活的界线，这个界线是啥物意思呢？咱就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经文其实咱对利未记11章一开始就开始来讲。第11章第第1节开始就讲到，耶和华对摩西甲阿伦讲：恁就爱甲这以色列人讲，伫地上一切走兽当中，通食的乃是食的，就是安那，就是有分体有。会当来翻草的才会走兽，恁会当食。伫这当中，上帝特别有规定，爱符合这两项，就是爱这个叫提分两半，就是讲你动物吼，伊的骹吼，就是安那，伊若是有分体吼，就是爱安那爱两个安尼就对啊。翻草这个叫做倒嚼叫做。中文其实叫做反刍啦，反刍的意思就是讲吼，亲像这个牛啊、羊啊，伊就是安那，伊就是伫伊的巴肚内面有真济，有很多个胃啦，就是讲因食物件食出来内底，伊毋是干那食
食一摆安尼就好啊，伊佫会当吐出来，佫补一摆，佫继续食安尼。上帝讲，遮个走兽恁会当食，但是呢，颠倒是另外一寡动物，就是安那，伫即两项当中，若是有一项毋是甲即个符合的，就袂当食。就亲像遮骆驼、遮沙番、兔仔佮猪，其实这拢袂当食。伊讲，这着对恁来讲，就是无洁净。遮个兽的面，遮个兽的肉，恁毋通食。死的你毋通摸，这拢是无洁净。伫即个食面的规范当中，为什么上帝特别规定以色列人讲，恁啥物物件会当食，啥物物件袂当食呢？其实到伫今仔日，咱会当知影，咱基督徒其实啥物物件拢会当食啦。咱无讲啥物物件是袂当食的，这是到伫新约的时代当中，其实使徒已经甲咱讲。啥物物件，咱若是用感谢的心，咱来食，咱知影这一切拢是上帝所洁净的，咱就会当食。但是为什么伫旧约的时阵，上帝特别分别遮的物件讲，恁遮的物件袂当食？其实伫遮所讲的洁净甲无洁净，我无爱讲这是叫做无清气，我无爱讲这叫做清气，还是无清气。其实这洁净的意思，毋是清气的意思。这洁净的意思是一个界线，就是咱头拄仔所讲的，这是一个界线。什么款的界线呢？就是讲，这个动物因为安那，因为甲这个条件无符合，所以因就叫做无洁净的。其实这有一条界线。上帝要透过这个界线来甲以色列人讲。其实，伫恁的生活当中，恁爱有一个界线。这个界线是啥物呢？这个界线就是安那，就是咱头拄仔经文所讲的，遮个走兽、飞鸟，甲伫水内面游的遮个活物，并地上咧白米的条例，要将洁净的甲无洁净的、通食的甲毋通食的活物，拢分别出来。这个意思就是咧，甲以色列人讲，恁的生活爱有分别，恁的生活。爱画一条界线，爱甲外邦人有分别，爱甲即个世界有分别，是即个意思。所以，咱若看到伫这圣经当中所讲的大部分咧洁净的食物，其实拢是以色列人平常时伫因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所饲的遮个动物，也是讲因会当真容易就会当得到遮个动物。就是伫伊的生活环境当中，因所会当看到的这个动物，这是洁净的。另外呢，就是这个外邦人咧食的物件，这个外邦人伫因的生活当中，因所做的代志，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无洁净的。我用更较明白的意思来讲，就是这是上帝所安排的信仰的教育，啉食。是生活当中上定咱会当看到的一个教材，咱就是将遮个啥物物件会当食，啥物物件袂当食，这当作是一个教材。上帝就是借着这个信仰的教育来甲以色列人讲，恁爱用遮个物件，用遮个教材来教导恁的囡仔讲，咱是上帝的百姓，咱甲外邦人无共款，就亲像。若是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妈妈，伊带伊的囡仔来经过台南的时阵，伊就看到讲哦，台南吼，遮真侪小吃店吼，内底拢有肉色饭，哦，这肉色饭吼，感觉看起来真香真好食呢。即个囡仔就会当问伊的妈妈讲，哦，妈妈，即个肉色饭看起来真好食呢，咱敢会当来食一碗？这个时阵，伊的妈妈就会当对伊讲：“咱袂当食这个肉色饭，为什么？因为咱是上帝的百姓。因为咱是上帝的百姓，所以咱甲遮的人有分别。咱爱食咱家己会当食的物件。这就是一个分别的意思。互这个囡仔对伊细汉的开始，就对伊的身份有一个认定，有一个明白，讲
我是上帝百姓，我甲遮的外邦人无共款。我是上帝百姓，我甲遮的外邦人无共款。这就是咱所讲的界线。所以界线的意思，洁净甲无洁净的意思，毋是讲到清气还是无清气。洁净甲无洁净的意思，是以色列人生活的界线。咱若守条即个规范，就是守条即个界线，毋通甲外邦人有混杂。所以讲到遮，咱就会当知影遮的物件。遮个物件为虾米会规定遮尔详细？是因为安那？是因为上帝卖互遮以色列人有虾米款的灰色地带，会当讲哦，咱看到遮个物件，这律法书当中无讲的，这敢会当食？其实律法书当中规定，已经规定真侪种动物，讲这会当食，这袂当食，这已经规定了真详细。但是呢，这毋是咱爱去研究的代志，因为今仔日咱无搁再需要遵守旧约啉食的律法。但是呢，咱爱学习的功课就是界线。咱爱学习的功课就是伫即个律法当中的精神，甲咱讲界线真重要。伊无搁再是咱伫外在的条例讲哦，我啥物物件会当食，啥物物件袂当食。但是这是一个伫咱内底。伫咱内底的画面，伫咱内底的画面，咱敢有分别？咱敢有画一条界线讲对？咱的画面就是因为咱有这条界线，咱袂当安那，咱袂当甲外邦人共款。所以真简单来讲，就是咱的生活的价值观。咱的生活的价值观，咱爱有界线，咱毋通甲世界的价值观揽做伙，咱毋通甲世界的价值观揽做伙。咱爱思考，伫咱画面当中的价值观，敢是符合上帝真理？敢是符合圣经甲咱所教导的代志？这是咱爱思考的。我用一个咧来甲大家来分享。这篇文章是伫过去伫基督教经日报当中捌刊登的一个专文，但是咱若详细来看，会感觉一件真奇怪的代志。伊讲到安那？伊讲到结婚毋是唯一的选项，只有其实幸福有真侪种版本。即句话看起来安那？感觉伊描述了其实无毋对，伊描述了其实因的逻辑是正确的。但是咱若详细来看，看到伊内底所讲的代志，这离较细吼，但是袂要紧。其实伫这文章当中所讲的代志，其实就是讲伫这当中，这篇文章是有人咧投稿的啦，有人咧投稿。即个投稿的人就讲吼，就讲一个查囡仔吼，伊就咧分析讲吼，伊平常时伊家己生活就真自在啦，但是若是结婚了后，伊就爱配合对方啊，就甲对方会厝里的人带做伙啦，甚至吼可能有一寡可能婆媳关系啦，就是若是甲伊大家带做伙吼，可能会有一寡婆媳关系，伊感觉这足袂当接受的，所以讲吼，其实吼，因为即款的状况。伊就感觉讲，其实无结婚嘛袂要紧啦。咱若看到即个文章，咱就会知影，咱爱思考一件代志，这是圣经的价值观嘛？虽然这是基督教经日报所刊登出来的一个文章，但是咱嘛爱看到即个文章，咱嘛爱来思考，这敢是圣经当中教导咱的代志？这真重要。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知影这个文章？因为是伫顶个月的时阵，伫咱教会有一个同工咧甲我分享的时阵，伊就讲到，伊咧看到这个文章的时阵，伊就感觉哦，哪会这么奇怪？为什么这个文章虽然是基督教的媒体，但是伊刊登出来的专文，哪会这么奇怪？伊就特别伫伊的后边吼，伫伊的脸书伫当中咧留言。
伊咧留言的时阵，伊嘛看到其他嘛有一寡人嘛伫下骹咧留言，有一寡基督徒嘛伫下骹咧留言讲安那，讲你即个小编，你确定讲这篇文章是正确的吗？你确定讲这篇文章是圣经所教导咱的吗？其实咱爱伫看文章的时阵，咱爱有一个价值观，会当来思考，讲这篇文章所讲的，虽然伊的逻辑是正确的，但是咱爱思考，这敢是真正上帝教导咱爱咱去学习的代志。虽然伫遮所讲的结婚毋是唯一的选项，这无毋对，但是这毋是讲到恁会当家己决定讲你爱结婚还是莫结婚，毋是因为结婚的意思就是安那，你就是认定讲我甲即个人要行一生一世，所以我爱结婚，我爱建立即个名约，我爱借着即个约来约束咱讲，我一生就是跟甲即个人做伙，甲伊厝里的人做伙，这较叫做结婚。所以这毋是讲我爱啥物就会当安那来做，我爱安那做就会当安那做，这毋是圣经的价值观。所以对安尼，咱就会当知影，为什么保罗伫当中甲咱讲到，毋通效法即个世界，因为伫即个世界其实已经有真侪价值观是甲圣经教导咱的是完全无共款的。所以伫咱当中，咱若是咧看到伫咱活命当中有真侪，伫咱活命当中拄着真侪的教导，拄着真侪价值观，咱会感觉，咱会来思考讲，这敢真正是上帝教导咱的吗？这敢真正是咱安尼做，敢是真正是上帝所喜悦的吗？这就是咱的界线，这就是咱的界线。咱的界线就是啥物？就是上帝善良、顺全、通喜悦的旨意。这就是咱的界线。所以咱会当安怎做？圣经已经甲咱讲啊，就是咱爱来追求上帝的心意，咱爱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咱要怎样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是读圣经，就是借着读圣经，借着查考圣经。借着每一天灵修的生活，甲上帝对话，借着上帝伫咱活命当中的引带，咱会当来行上帝引带的道路。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圣洁毋是一个消极的方式，讲哦，我甲外邦人无共款，我着安那，我着莫甲因做伙，安尼就好啊。毋是安尼尔，圣洁。是，毋是讲我莫甲外邦人做伙？其实伫咱活命当中，特别伫台湾，其实基督徒的比例敢若5%、6%尔。其实咱伫生活当中有真侪时间是甲外邦人做伙，是甲无信上帝的人做伙。咱无法度去消极讲，我着莫甲因做伙，安尼就好啊。圣洁更较重要的代志是，咱爱有一个积极的心态，讲。我要分别我家己来敬拜咱的上帝，我要分别我家己来跟对我的上帝。咱是圣洁的群体，咱爱建立属灵生活的界线，保守咱家己无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莫甲这个世界共款，毋通效法这个世界，毋通效法这个世界。其实。结晶甲无结晶，这个条例过去呢，毋是干那伫利未记当中出现尔。其实伫创世纪当中，上帝就捌讲到这件代志。创世纪当中，伫拿阿的时阵，圣经甲人讲到，耶和华对拿阿讲：你甲你的全家拢爱进入到伫大船内面，因为伫这个世代当中，我看到恁。我敢若看到你伫我的面前是义人，所以你爱将什么物件带你要到伫大船呢？既然结晶的这个动物，你爱带着7公7母；无结晶的动物，你爱带着
一公一母，咱着爱来思考。若是讲结晶甲无结晶是好甲毋好，安尼为虾米着拢总甲结晶的动物带入来就好，无结晶的就莫互伊入船，安尼就好啊。但是其实毋是安尼，其实毋是安尼，其实结晶甲无结晶，我一直强调的代志，这毋是好甲无好的差别，这毋是清气甲无清气的差别。结晶甲无结晶是一个界线，是伫迄个时阵，上帝其实就已经互遮的，互那阿有即个观念，清气甲无清，结晶甲无结晶，其实已经有即个分别啦。伫过去，伫创世纪当中，就已经有即个规范啦。但是为什么上帝伫利未记当中会搁讲一摆呢？为什么上帝伫利未记当中会搁一摆来对遮以色列人来讲呢？因为安那？因为以色列人伫利未记的时阵，伊是已经出埃及的时阵，因过去已经伫埃及生活400冬啊。伫即生活400冬的时间，因的价值观早就已经甲埃及人共款啦。伊无搁再有过去那阿的时代，也是阿伯拉罕的时代，因的价值观早就已经无啊。伊是已经甲埃及人共款，讲我啥物物件会当食，啥物物件袂当食。所以因无法度去判断上帝所喜悦的旨意。所以上帝就是透过利未记伫旷野当中，重新对以色列人有一个重新的教育，互因伫生活当中咧体会。恁经历就会当明白因家己正做上帝百姓的身份，互因知影哦，原来即个结晶甲无结晶，毋是干那因伫知识顶面的了解，搁较是安那，搁较是因正做一个上帝的百姓，因爱对因的身份有一个了解。所以咱若知影因是上帝的百姓，即个观念，咱就会当知影讲。结晶甲无结晶，即个界线，咱爱画伫倒位？到底今仔日咱爱画伫倒位？咱是上帝百姓，咱是圣洁的群体，咱是基督徒，咱甲外邦人无共款，咱爱有咱属灵生活的界线，毋通甲遮个外邦人共款。第二部分我要来分享的，就是圣洁的群体。爱较无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爱较无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伫遮特别讲到一件代志，就是伫人际关系的无结晶。遮的食物有无结晶，咱已经了解啊。但是为什么人嘛会无结晶呢？其实咱若详细来看，伫利未记12章开始，12、13、14、15，其实拢讲到甲人的无结晶是有关系。为什么人会无结晶？其实这毋是人会无结晶。咱若详细来看，人若无结晶，就爱安那？圣经甲咱讲，因就爱即个妇人人若是生囝，伊就爱安那？无结晶7天，并且佮爱安那？佮爱家居33天，就是爱踮伫厝里33天，莫出门就对啊，莫甲其他的人做伙。所以其实这毋是人的无结晶，这是人际关系的无结晶。就是这个无结晶是代表讲，这个人伊伫这个状况，伫这个时阵，伊无适合甲其他的人做伙生活，伊无适合甲其他的人，甲其他一般正常的人做伙生活，所以伊就爱伫迄个时阵爱讲伊无结晶。伊爱甲周围的人爱安那爱隔离啦，爱隔离的意思。咱若看到13章，其实讲到人若是得这个皮肤病吼，伊就爱隔离。其实皮肤病爱隔离，咱会当了解，就是惊会传染嘛。但是安那，为什么生囝嘛会无结晶？为什么生囝嘛会无结晶？其实就是因为安那，其实伫这个时阵，生囝意思就代表。这个妇人人，伊伫生囝了后，伊有一个身份的改变。
伊有一个身份的改变，所以伫即个时阵，伊爱安那？伊爱伫即个时阵学习明白家己有一个新的身份。伊无搁再是一个查囡仔，伊要成做一个囡仔的妈妈。伊爱成做一个囡仔的母亲。所以因为即个身份的改变，伊爱伫即个时阵爱甲其他的人隔开。伊爱家己一个人，家己一个人要创啥？若是伊家己一个人，踮伫一个空间内面，安尼伊会当做啥物？伊无亲像今仔日的人吼，家己一个人嘛会当住足好。为虾米？因为安那？因为有手机也会当看，有电视会当看，所以家己一个人住嘛袂要紧啊。迄个时阵，你若伊也无手机也无电视，伊就家己一个人住，家己一个人住，伊若嘛无甲其他的人讲话，伊安那？伊会闷出病来呢。所以伊若家己一个人住，伊伫迄个时阵，伊会当做啥？伊会当做一件代志，就是亲近上帝，就是亲近上帝。所以伫遮当中讲到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咱头拄仔所讲的，洁净甲无洁净，并毋是好甲无好的分别，是上帝要教育以色列人的时刻。所以，若是拄到即个无洁净，也是讲咱讲无正常的状况，这较是搁较有教育意义的时刻。所以，咱莫将无洁净当作是无好的。咱爱看无洁净是代表上帝伫即个状况当中，特别爱教咱啥物物件，爱教咱啥物代志。无洁净的。伊家己一个人会独处的即个时间，就是伊个人会当甲上帝亲近的时间，就是伊个人会当甲上帝有亲近的时间。这就是上帝要互即个妇人人，伊生囝了后，伊爱有一个独处的时间，就是伊爱伫即个时间当中去调整伊的生活，去调整伊的心态，去适应讲伊即个时阵伊有一个新的身份。伊是一个囡仔的母亲，伊爱学习，我靠上帝来成长，我靠上帝来教伊讲，伊要怎样成做一个母亲，伊要学习伫未来要成做一个陪伴囡仔来成长的角色。这是即个妇人人，伊伫即个时阵，伊为虾米爱无洁净，爱隔离，是因为即款的关系。所以，咱若安尼，咱就知影后来的经文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查某囝还是查某囝，伊拢爱将一回羊羔献做烧祭，将一只饲仔囝甲一只加水当做是赎罪祭，来交互祭司，互祭司来献祭。为虾米伫无洁净了爱献祭？为虾米伫无洁净了爱献祭？其实咱就将伊隔离的时间、无洁净的时间，看做是安那？看做是一个人的退休会啊！退休会就是咱讲退休会，拢咧创啥？就是咧甲上帝亲近嘛，就是咧亲近上帝，就是咧仰望上帝，咧会当去对上帝遐领受启示，是即款的目的。所以。若是到伫退休会的落尾，退休会的落尾有一个最后，咱爱为退休会做一个结束，就是爱安那，爱献祭，爱定心甲上帝建立一个关系，将家己定心献予上帝，委身伫上帝内面。所以献烧祭、献赎罪祭的意思，烧祭的意思就是全然献上，将我家己全然献上，委身伫上帝内面。这叫做烧祭，赎罪祭就是将我过去活命当中无清气的代志，我求上帝完全甲遮的代志拢赦免，拢赎罪，这叫做赎罪祭。所以伫即个时阵，即个查囡仔就变做是一个妈妈，伊就爱定心有一个身份，伊爱甲上帝定心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建立一个委身的关系。
对安尼，咱就知影，到伫今仔日，他拄啊解释遮个代志，但是今仔日咱无搁再需要借着献祭恢复甲上帝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咱献上迄个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咱会当直接来到伫上帝的面前，甲上帝建立关系。咱无搁再需要透过祭司、透过祭米、透过祭坛献祭来甲上帝建立关系。我是讲实体的祭坛、实体的祭米，咱无搁再需要，因为咱家己就成做即个祭坛，咱家己就成做即个祭米，咱家己就成做即个祭司。所以今仔日咱无搁再需要守条伫过去旧约的律法当中，才献祭的条例。但是咱爱思考的代志，就是律法的精神，甲咱讲的。律法的精神，甲咱讲的，就是讲到圣洁，毋是靠着咱家己努力，就会当保持完美。圣洁是需要，是咱需要不断倒来到伫上帝面前，受上帝恩典来洁净。圣洁毋是靠着咱家己做会到的，圣洁是需要咱倒来到伫上帝面前，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才会当互咱的活命伫基督内面，基督的保护洗净当中，互咱的活命得到完全的洁净。这咱才会当借着耶稣基督成做圣洁。所以到伫今仔日，咱咧读利未记的时阵，咱爱知影一件代志。利未记，咱毋是完全照安尼做就好。利未记，咱是爱读讲伫经文当中，伫律法当中，伊的精神是啥物？到伫新约当中，重要的毋是外在的条例讲我要安怎做，重要的是咱的心内面的心态，咱是怎样群对上帝，咱是怎样倚靠上帝。咱是怎样回应上帝？这才是利未记要教导咱的代志。所以圣洁的群体第三点，咱要讲的就是圣洁的群体，就爱活出圣洁生活的见证。圣洁的群体就爱活出圣洁生活的见证。这是啥物意思呢？圣经当中利未记甲咱11章40到45节，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当中，甲咱讲，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所以恁爱成做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恁也毋通因为地上咧白面误会家己。我是甲恁对埃及地带出来耶和华，我要做恁的上帝，所以恁得爱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各位兄弟，咱特别爱来思考，这个部分其实咱已经真容易来理解，我就无搁再用真侪时间来解说。咱得了解一件代志，既然咱知影圣洁洁净甲无洁净是在伫讲咱认捌咱家己上帝百姓的身份，伫咱生活当中，咱就知影，伫咱生活当中有一寡代志。咱爱做，有一寡代志咱袂当做。即个做甲毋做，即个生命的选择，就安那，就决定咱家己是啥物款的人。咱是跟对上帝带领呢，还是受世界所影响呢？伫咱的活命当中，伫即摆的时代当中，咱是怎样选择讲？咱啥物代志爱做，啥物代志袂当做。各位兄弟，亲像咱读倒来经文当中甲咱所讲的，上帝讲：恁着爱圣洁，恁着爱圣洁。圣洁毋是一个选择，圣洁是上帝对伊百姓的命令。我搁讲一摆，圣洁毋是一个选择，圣洁是上帝对伊百姓的命令，因为咱是上帝的百姓，咱着爱
咱伫世间的生活，咱爱诚做圣洁，咱爱追求圣洁。若无，咱就袂当称作是上帝的百姓。伫过去一礼拜当中，有一个人，应该大部分的人应该伫过去一礼拜当中，常常看到这个人的新闻。这是伫美国一个真优秀的这个少年人，但是伊伫一个公开场合当中，伊就互人枪杀。伫这当中咱过去可能知影即个人，讲伊是一个美国是伫保守派当中的一个领袖，并且伊是一个基督徒，伊阁是伫校园当中的宣教师。伊过即个 Charlie Kirk 即个人呢，可能有一寡人过去无听过伊的名，但是因为即礼拜的代志，咱就听到即个人的名。虽然咱过去可能毋知影即个人，但是呢，其实我过去我嘛毋知影即个人啦。但是我嘛是伫即摆的新闻当中，我较知影讲，原来即个人，伊是伫美国是偌尔有影响力的一个人。要怎样来讲呢？我着去查考伫伊过去当中有一寡的代志，伊受媒体来报道的一寡代志，着讲到安那，着讲到遮讲到即个查理伊捌伫一个访问的时阵，互人问讲你毋望人会当怎样来记牢你啦？伊的回答是讲，我希望人是因为我对信仰的勇气会当来记牢我即个人，因为我对信仰有一个勇敢的心，我会当互人会当因为即件代志来记牢我，毋是干那记牢我是一个保守派领袖，毋是干那记牢我是一个伫政治当中是个真有名的人。伊讲，我毋望人记牢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对我的信仰有一个勇敢的心，所以会当互人记牢我。伊所讲的即个话，另外一个伫同款是伫美国保守派即个社会运动家，伊就讲到安那，伊就讲到查理最大的成就。上大的成就就是安那，就是伫真济就是伫真济少年人，伊欠缺即个勇气来讨论伊的信仰的时阵，伊会当勇敢来讲出上帝甲伊的真理。所以，即个人伊过去伫美国当中，定一寡教会、一寡基督徒，拢咧讲即个人是一个校园宣教士。为什么？因为伊会当去到伫真济大学的校园当中，伫当中就来讲圣经，就来讲上帝的真理，伫当中就来去辩论当中，就伫当中去用伊的信仰加做伊的立场来去讲。伫这当中，就去互人明白，即个人讲，伊毋是干那是一个伫政治顶面有影响力的人，伊是用伊的信仰来影响人，伊是用伊的信仰来影响人。过去虽然有一寡人对伊的离开，感觉总袂当理解，讲上帝啊，为什么互即个遮尔有能力的基督徒，伫伊遮尔少年的时阵就离开啊？但是对我来讲呢，我过去伫过去即礼拜当中，因为即个事件，我就有一个新的体会。即个新的体会就是讲，其实我过去我是毋捌即个人的，但是因为即件代志，互真世界当中真侪基督徒，毋是干那美国的基督徒认捌即个人，是因为伊的离开，互世界逐角落的基督徒拢听到即个名字，拢知影即个人过去伊
伊是怎样来服侍上帝，伊是怎样来为上帝做见证。我感觉这是上帝使用伊的离开，要来成做伫即个世间真美好的见证。虽然伊的离开对真侪人来讲感觉真毋甘，但是，就亲像圣经当中所讲的，一粒麦子，一粒麦仔，若是落伫土内面死啊，会当结出真侪的遮的籽粒。就是有搁较侪的人会当因为伊的死，会当来互因的活命成长，互伊的活命定心认捌上帝，互因的活命会当定心来超找上帝心意，讲上帝啊，我愿意成做你所使用的器具，承接即个人，承接即个 Charlie Kirk 伊的服侍，继续伫逐个所在来传讲上帝的福音。伫咱活命当中，咱要怎样来回应上帝圣洁的呼召？咱要怎样来回应上帝圣洁的呼召？咱头拄仔所讲的圣洁，毋是一个选择，圣洁是上帝对伊百姓的命令。安尼。伫咱活命当中，咱要怎样来回应呢？咱敢愿意伫基督内面建立属灵生活的界线，成做圣洁的群体？咱敢是愿意将咱家己的活命分别成做圣，独独要归乎上帝来路用呢？咱敢是愿意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工作场所顶面，伫咱的校园当中，为基督来做见证，就算讲爱付代价，咱嘛莫甲即个世界来妥协，咱嘛莫去讲哦，即个代价伤大，也无我莫做好啊。咱敢愿意，亲像即个查理·克克伊的活命共款，互咱的活命跟对上帝引带，回应上帝的呼召，伫即个世代当中，成做一个圣洁的群体，成做一个圣洁的群体。我伫遮所讲的是群体，代表讲这毋是咱家己一个人所做的决定，毋是咱一个人所要面对的挑战，是规个群体，是规个教会。咱要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要成做一个圣洁的教会，成做一个回应上帝的教会。就亲像咱的教会的名，咱的教会的名叫做圣教会。圣教会意思就是分别成做圣的教会。你为亲爱的兄弟，上帝毋是呼召咱来。毋是干那呼召咱来教会聚会，上帝是呼召咱成做圣洁的群体。咱的活命，毋是个咱基督徒的活命，毋是讲咱来教会聚会，咱有聚会安尼就好啊。是咱会当伫咱的生活当中，就会当有一个圣洁的见证，会当为上帝来做见证。会当互人看到咱的活命，就讲哦，这个人是上帝的百姓，是信上帝的人。伊伫这个世间有真美好的见证，有真大、真美好的影响咱。这是上帝望咱会当伫这个世间成做一个圣洁的群体。咱爱伫这个世间产生圣洁的影响咱。咱同心来祈祷。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阮搁一摆来仰望你，搁一摆阮要来敲找上帝你的心意。伫过去的活命当中，阮有坐，阮行家己的路，阮想要靠我家己，想要靠阮家己会当来做这做伙。阮想要靠阮家己会当想讲，哦，我会当来达到合上帝的心意。
但是上帝，你甲阮讲，独独要来到伫你的面前超找你，独独要来到伫你的面前降服上帝你的引带，求上帝你着亲自伫阮的活命当中来引带阮，互阮行伫上帝你的真理内面，互阮知影，阮要怎样伫阮的活命当中建立一个生活的界线，是一个圣洁的界线，是一个分别真做成的界线，是一个会当互阮的活命完全献互你，真做圣洁的小祭，即款的界线，愿阮的活命，就伫即个界线当中回应上帝你的呼召，互阮的全心全灵献互你，互阮的活命会当真做上帝你所使用美好的见证。愿你亲自引带带领，互安乐信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圣上带来，带互世间人有平安喜乐的福气。伫即个世间，真做圣洁的见证，圣洁的教会，互世间人看到阮的好所行，就将阳光归予伫天顶的爸。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时间好，今仔日咱有新来的兄弟姊妹，好，咱欢迎谢秋霞姐妹，好，春红兄你的姐姐吼，春红兄的姐姐，好，咱特别感谢秋霞姐今仔日陪妈妈做伙来吼，陪妈妈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感谢主，好。啊，阁有其他新来好无好，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下面的时间，咱要当心伫主的面前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听的回应，因为上帝带领，因为上帝真美好的引带，互咱活命会当经历上帝伫咱活命当中所享受的平安。所享受的喜乐，所以咱会当伫上帝引带当中，咱会当借着咱的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将阳光归予上帝。借着咱的奉献来见证咱的上帝是一个各真各活的上帝。借着咱的奉献，伫教会当中，互上帝所录用，要伫即个世间成做济济人的祝福。咱当心来起立。当心用诗歌要来献上咱的奉献，来敬拜咱的上帝。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耶和华。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
这是神所赐的一年。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一年。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用伊慈爱双手来看顾你、保护你，更坚固伊甲你所立的约，互你的心更较信靠主，顺服主的引带。愿主耶稣基督亲自陪伴你行过每一天的生活，互你伫世界的潮流当中，悠然会当坚守主的道，心中靠主刚强，满有平安。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行向上帝心意的道路，互你明白真理，活出分别真做成、靠主得胜的生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同在，特别甲你厝里的人三个同在，对他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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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